人咧讲，性命若无保，食水就无。伫台南市市区做事的查某店员都要提高警觉，因为这个百货公司柜台小姐伫咧网络讲，伊伫上班的时拄到一个乌子送，含伊伫咧543，落尾要讲替算命，结果佫甲伊讨红包，若是毋予伊，伊就趁人无注意偷摕12000块的现金。消息一个公开了后，附近的店头嘛讲，过去嘛捌拄到另外一个50-60岁妇人人，嘛是用同款的步数甲人骗，已经有几个人拢互因骗去。警察即马正咧追查这2个嫌疑犯的身份。穿着桃红色外套、汗臭袂歹的一个中年查甫人，无看监视器的镜头，赶紧行出百货公司，因为伊立即来偷摕专柜小姐放伫咧桌顶的12000块的现金。藉由改运算命的状况，那趁着当事人、被害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将桌上的现金取走。亲像安尼骗人的代志，佫毋若是即件。附近的店家嘛有查某店员上网络来逼讲家己拄着一个戴头帽、挂着乌仁目镜的查某人，年纪差不多50外岁，150公分悬，上门主动来借话，刷落来算命来讨红包。开始跟你很热络的聊天，然后看面相、手相，就跟你说要收钱、过红包会有好运这样。原本我只是给他一个红包袋而已，然后他就要求说一定要给钱，他就撸很久，就是僵持了好几分钟，然后就一直要说要给钱。查某人一上门，先用已经买过物件做理由，刷落来开嘴讲要来斗3工算命。查某店员无怀疑，谁知影算完了后，这个查某人却要求爱互伊红包，若无要互伊就唔走，互被害人是真无奈，将钱摕出来。后来我有告知我朋友，结果我朋友说在百货公司那边就是也有蛮多柜姐受骗，然后他也很常去到那。消息曝光了后，四边的店家嘛讲，捌伫咧百货公司附近拄到这2个嫌犯，因为2个人作案的手法是真相同，嘛互警方怀疑可能是集团犯罪。目前正咧追查这2个人的行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